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大家以下從事反駁，請好了6法界憲法的。喺今日節目當中 ，Rita 邀請到了竹編嘅藝術家帶來嘅作品，又好看又有藝術性又實用哦，了美好嘅技術而傳承下去。實際來分享今半日竹編藝術家來自新竹嘅李金燕先生，先生好。大家好，我係李金燕。 非常歡迎上嚟節目，謝謝。哇，先生好，你係同鄉呢？先生，你今半夜看到你安度嘅作品嗬，咪非常感謝你帶來你安度嘅竹編藝術品嗬。你先來同大家介紹好冇？先請大位，你大位嗎？好冇？先來介紹，你係乜嘅？你係台客？你係我哋，因為在我哋早期。 竹山方面，見到因因為銷路嘅問題，一開發出來嘅藝術創作，哦，你係邊面嗰啲客人用嘅東西。哦，咁你今日大多人都用嘅東西，譬如講，你頭前你都係下試用嘅係嗎？係。哦，好，咁你電腦呀，請試用嘅開始，譬如講，好，咁提單下計咋？第一部分係特別嗰啲老祖先見到因。 憲法會用到嘅東西，就我哋寫嘅是只，我哋只家庭60%嘅家具啊，係竹嘅做嚟哦。但是當然係大家因為生活環境嘅改變，大家全部唔記得去咧。哦，東大爽。東大爽，我哋老祖先嚟嘅智慧啊，從我哋手行一樣是識得去咧啊。所以電腦加兩台過。我哋係好睇，完全唔知講係特別農業社會用扮演咗憲法啦。其實特別傳下來嘅東西，肯定要記智慧。所以你今日節目當中來認識下，香港遇到東西你也看嗬，當sense香港當何看？譬如講，嚇你係乜解呢？梗係特別嗰啲死啦，其後吧欠下工，唔睇佢欠下工，而且欠到一些將佢做睇，其實就要8年變落去。 其實唔係跳，一改一變，其實唔係跳出來。你一齊改啊？哦，唔幫佢跳出來，因為地圖要按將佢改大改樣殺出來。哦，憲法嚟。係呢，咁你一張下睇。呢啲東西小心看到，你係條扮嘢咩種調一調，佢種燒以後吧，佢燒起來些跟着起來的時候，佢那係新嚟，並不是魚調放在。 燒係意思係講，譬如講，係吊邊，這吊邊沒鈎子，係個樣細有刺的那個線，比啱到嘢又搭起來，佢睇能吊邊行起來。你喺度燒然後又講，你係掀起來，表起來應該是。係啊樣嘅，所以你係。其實佢拔得頭前。拔得頭前。佢咩拔得順的。拔頭前。燒起來是掉落去。 吊邊是行起嘅小一隻。啊，很神奇哦！唔過眼前唔會跳起來咩？佢落去之後，佢就做另外一隻小咁做嘅。哦，掉落來接到。佢先到以後，佢係嗱配隻做窿嗰種。哦，你係第一隻步驟，然後再過來第二個步驟是變落，你唔會幫佢跳出來嘅。你有意思呢。喺個體內檔，像我細細啲時常有看過。 呢個東西特別非常很普遍嘅東西，特別喺香港，六隻戒指聽人去，大家說信用上係我看到。喺早期嘅些市場，網絡鐵路啊，佢所有裝戒買，全部用呢一種嘅。早期台北市當到台市場，你看到當台價，人都落地一種嘅台階窿，實在是全部喺我哋那邊做過啦。哇，很傻皮哦！當神奇，所以你係裝死戒指誒？該 Rita 姓洪呢一張呢？ 佢特別同冷天當冷嗰些，第二都變呼吸，陪少誒，都厲害誒！用你講唔會少睇到，唔會少睇到。哦，佢呼吸變，佢冇呼吸唔會出起來，佢是紅紅的，有溫度而已。所以個地圖貴張是係做個做誒。地圖全部係陶瓷，我會做個包起來。 然後特別風爐也是咁樣啊，佢有台階嘅，特別睇下當冷嗰些，睇下東西變咗台階嘅，誰家自己個，你就表嘅。
哦，该安尼咧系生活当中实用的东西哦。该系讲看到咧，你下变做下艺术化，譬如讲有实用有好看，啊，看起来有奖的哟。你是系卡棒嘛，你包包嘛。因为时代的变迁，所以那个用的东西渐渐的被淘汰没落在以内。但是佢做逐变，伊看嚟生发啦。于是艺术创作了行业就出来嘞。所以其实改变咗一般的变以美学为准的东西出来嘞。现在美容的东西，它以美为前提，所以佢做法是冇可能嘞。一般来讲，这个是我特别日本师傅教下来的。我一做东方面磨练的东西，你系逐三改变过来的。所以实用的东西，然后美好的东西，佢最大差别在哪？我哋讲艺术创作跟传统主义，你完全冇同完全不同的行业。做法没冇同样。做法完全冇同样。哇！所以先生呢两种都晓得做。咁系因为我自己有兴趣，特别做了。cái 农用品呢，因为生活的需求。另外，因为我哋退休以后呢，对这个有点兴趣，我就改变种掺杂一点艺术创作。自家做了心情美好。自家做来搞的啦。咁你看到咧包包顺红咧，你安睇着看起来像发案嘅系吗？这就是一般来讲，在大的展场里面插一些干燥花、人造花。一边没插鲜花的，所以它没有办法装水。我哋主要，你讲插干燥花，我还得主要看你容器这个花器的美吧。对，我们观赏是花器的美，所以说花是配角，花器是主体。曾经你看到的，花艺比赛些，你看到佢做的非常简单，这几批呢悄悄的，其实以花为主体，做个是变嘅配角。倒反转来。主角是有一家，你看到俩是主角嘞哈，你看到俩变化，但像俩贵家发案啊，其实有加做冇同样的变化呢。俩种的东西基本按那种天马行空，你喜欢怎样就怎样。大家对，它就一种艺术创作，它叫做创作。佢冇一天而样伴走。但是我一特别用的东西呢，佢按一是按一，你改变的方式，其实用唔得嘞。很神奇。所以实用的东西，佢要有，譬如讲改一点奶，其实不用得奶，因为佢实用。你装乜嘅，你用乜嘅，那是一定定在那边的。但是艺术创作是天马行空，大家都绞尽自己脑子。想有办模式有办模。哇，用讲起来咪易快乐啊哈！是用到你讲创作两种冇同样的方式，不过有几个优点。偏偏係講逐變，但是佢完全冇同樣嘅兩條門路。還係有幾個專業。咁順後你咪係發案嘅嘛？又係你係裝乜嘅？沒發案。同樣的一系列都是一樣的東西，只是說做成不同的形狀而已。哇，先生，聽你講話之後，你對呢周邊非常嘅有熱情，從哪時開始來變？我有印象以後，我哋唔係講一家人在做，我特別整個村莊在做這種東西。貴重頭是在做。特別因做逐變的時間，我是會做一行，我是做消費風煙，你去多馬看是消費風煙，因為特別量非常很大，一樣東西佢賣出去唔係賺百。是現價嘅，因為所有嘅東西，你特別用做嘅嘛，大家每一個家每一戶就會用到呢啲東西。同特別喺附近有當到茶工廠，佢大家全部做嘅做嘅嘛。佢10年後其實會壞掉，但是我一直做嘅茶工廠係大家啊，10個山做，整年度就做唔得嘞，唔是做培養東西。特別講嘅脆板。但係個脆板嚟嘅420做300人嘢，哇！呢種片，喺就目前嚟講，我依北部嘅東方美人茶，佢做嘅茶類、茶山用品，從經驗嚟講，我做咗半夜半個月結束啊。哇！過年後就到8月半，都冇慳呢。也沒有多冇慳，我哋年紀也大了，動作也比較慢啦。在早期我們是拼數量的，所以說我哋用品並沒有要求講去降，我哋要用得而耐得。便宜，所以基本沒落的原因就是在這裡。所以你看家先生講當有興趣哦，嗰時係意思講從細時接觸
从小是有兴趣。从小你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竹头做咧杀鸡肉，特别你包种嘅鸡肉係竹头杀出来。係所有你竹電厝啊，家庭用嘅，可以講60%，起火開始就做嘅咧。你竹大的起好之後，那刀鋒那是邊你邊，喺我背嗰邊圍欄啊、圍街啊，對啊，是竹大的隔嘅人，喺我門全部做嘅。哇，聽你講你做嘅啊，很神奇哦，像當到嘅故事，到後擺生法全部連接起來啊。但是現目前來講，全部消失在我們的眼，一件一件在消失掉，所以非常可惜的東西啊。咁先生，你自家很有興趣，不過你係後來你經驗讓這個大專來做竹編係嗎？因為在開放探親之後呢，大量啊，喺國外嘅便宜嘅物品進到台灣以後呢，一夜之間台灣的竹工藝是沒得起來。一下子沒落誒。對，因為佢價錢也1/3一點點，那你冇辦法生發。做起啊，你從我爸爸來講，佢特別是做啲行動機是向愛方面啦，佢唔是做田樣東西，佢是做貴嘢度。哇！所以後來你哋腦部做些，梗係退休以後，這個大專來接觸你最後嘅啲竹製片啊。因為我產是大埔卡，所以我爸年紀漸老以後呢，我是要接下來做，接下來做，我主要有做買賣的生意。把南貨、北部嘅貨就南部去賣，南部嘅貨就從北部去賣。所以講我是好了解講台灣全省竹藝的來龍去脈。我當然特別係啊，都在阿里山去賣。哇！從三峽到阿里山這一條線啊，係我哋主要客戶群啊。所以你自家一方面了解貴州嘅通路嘅樣板銀行，自家要來做，要創作藝術片，所以咧做咩對你來講，你基本一生嘅全部都去練練嘅，還會繼續做下去種啊？我一生雖然說不是主要的來源，但是幫我的生活養活兒女也是一個很大的收入。所以你講吼做了竹嘅創作啊，吼，也係講竹嘅實用品嚟咧製作啊，吼，無論哪種，其實到理下肯係前動嘅繼續嚟傳承下去。今日你談到咧，今日先生哋分享哦，談到幾個熱情哦，咁個你還想了解下多嘅故事，等家下聊一下，繼續到咗咧復起來嚟談故事哦。大家轉到復起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今日喺節目當中邀請到竹編藝術家李金燕先生，喺呢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咧竹嘅做嘅東西哦。再次嚟歡迎先生，先生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哇，先生，你家下頭先介紹了嘅東西哦，我想請教你竹嘅，因為可能你講有冇用嘅竹嘅，咁你做嘅樣板銀線、樣板銀破竹等等嘅呢？一般竹嚟講係特別我哋嘅祖先那些是順條木纖木係風灰加上複雜竹，其實那一種特別因係竹器嘅東西，當到佢家做佢家用，並冇買賣，係加銀子為做。哎呦，很厲害！才有經過一段時間以後，講究因按照專業出嚟做竹片，特別磨並磨，大家因佢家做佢家用。佢做大量，嗰時讓你買。但你做大量啊，先要啲。負責咧竹喺度竹灰嘅東西，跟住做個五泥用幾為舊，喺個幾為疏疏，所以講才有人會用個貴竹。貴竹，但是我啲本地時候少咧，我啲屬於青山麥，加上五鳳尖石。我啲建築方面嚇，老天爺幫我啲當好嘅東西，我啲冇易容易啊。五鳳尖石做嘅係我啲東南亞最好係做嘅，係啊，並且最好係做嘅菜。但當係做嘅是很硬，錯嗎？很硬，因為天氣嘅關係。但是佢好耐用。很耐。哦，咁自家買來，你自家買來，自家係破竹嘅係嘛？聽講呢破竹咧，做唔得用機器，完全係人工，係去經驗去感受機。民國70年以前，大家都手工破，但是70年以前因為有
做香蕉啊机器出来嘞，大家就拿来替代了。所以有1/3可以用机器去取代它，但是你真正要做好肉的东西、好酱的东西，还得要靠手工。还靠手工，因为您讲要该竹弄吼竹节，该系动困难的地方。那冇生意，该竹节处理唔好，做的东西是冇酱嘞。这个叫熟能生巧，在冇看过、冇做过，因为我们以为讲哦，你很困难，你东西有技术了嘛。但是从你当一上做的呢，也是生活的一种形态，是从食盘穷的很简单。就像我们去耕种去种田意思一样，行业就是这种工作，就是习惯了这样一点的。所以做的种类有分呐，每分种你系做乜嘅东西，你用冇穷嘅做嘅时候咧。咁先生今日大安都講起啦，後同大家介紹一下，乜嘅講起係用到哪位嘅呢？特別我同我爸學會之前，其實佢多買只貼啊，其實做嚟。就會風煙哦，才有漸漸又開發一些新的東西出來。因為特別做戲，佢冇要求嘅品質，我用的時候，所以到嘛破開來，我變得起來，我就用的是做的。才有經過因為客戶會買，又買以後就有要求，要求以後是話又開發新的東西出來，然後做個事好爛好醬，做這東西是好醬，所以講人家就。染泡烤時間呢，韓國嘅定寬呢，怎麼做啊？定寬係講，你做我啲手工婆做個，佢冇辦法拼發，但是因為我啲特批咩的最好，我落拼發好看，做出來口感好正，所以我要定寬嘅東西。所以喺係當到工期啊，哈！你譚公先生要自家發明要用嘅工期係嘛？哦，梗係因為我啲到竹山以後，而竹山。看配上要不然走以後，就會發現說，你配上做這樣多呢？哦，原來有特殊工具啦。有，自家四方嘅是錯咧。啊？四方嘅工具啊。係。咁你自家未來做，今日要帶來冇？乜嘅係你四方嘅工具？今日我冇帶來我家做嘅東西，呢啲東西係竹山開發出來，並唔係我哋家用嘅。我哋依家用嘅非常嘅體質，因為我哋用嘅，因為佢竹山做嘅東西精品。它的東西都是很小很漂亮，但是它的用品呢，當台針，它的東西大，相對你用的東西是台，所以講它的偏偏嗰啲按照定寬機，啲人拋刀，他們竹山用的寫字機啊，我用的是當台，刀沒用啦，他們竹山用的是按高的，我用的是當台。哦，因為做的東西冇做的東西冇用啦，你的工具就不一樣。係哈，先生剛才已經講到冇共用嘅路線，因為咧適用嘅，然後藝術創作係冇共用。誒，你今日現場還有哪類咧？你算係適用嘅吧？你傘呢？係，哈。梗係傘啦，睇揾拍風爐啊，還有拍門啊，拍料，全部用到。好，你看冇共用嘅東西，佢做出來咧，呢個紋路，設計嘅技法係冇共用嘅。所以講啊，傳統嘅東西，全部係我老祖宗嘅智慧。佢頭擺用半夜會上到安樣嘅方法，發現我哋也唔啲已經無可考了。但是，嗰東西做出來就是一直用到現在，佢唔會改變，佢還係安樣嘅東西。當好用，所以佢會傳下來。佢當好用，佢還係流傳下來。但是因為時代變遷之後，用嘅越來越少咧，所以呢東西常常是冇人在市場買賣。我大概是唔記得講，特別要用呢啲東西嘅啦。哦，嗰是要按打慫呢。譬如講按用呢啲技法，按怎麼個技法？當然平面織法。平面織法，佢可以讓平平。一個平面織法可以編出11種不同的花樣。哦。係，你看我哋去看個藝術品來講，佢就會變化變絲。錯。然後還有變成各種不同的形狀出來。平面織法，佢經過竹子也經過染色。或者厚度的改變、大小的改變，基本有花樣出來。係，哦，呢一種誒，未平平，這也是平織法嗎？那也是平織法，但是做油，因為佢中藥點，佢係細中藥，佢叫做細麼當歸啊，佢細出來粉呢，太細，佢留下來細粉呢，叫留起來啊。細麼粉，所以你要做兩細東西。佢它就會分成大小不同的規格，怎麼出來呢？細差呢一樣的道理。
袂强用哦。所以你用途是来动工诶，除了了平指法，还有哪底有指法？哦，佢还有三角法，然后六角，三角孔、六角孔。因为我哋今日讲的是，我哋传统特别容易用的东西的编法，但是你也讲开发者艺术创作，那就天马行空了。哦，那就没有一定的编法。所以伫传统来讲，哈，系3种的指法：平指法、三角孔、六角孔跟六角孔。这些东西就我哋不看用的用品来讲，大概就够了。是用它嘞，哎，就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用具。嘿，线上现场还有准备的，问大家看这个三角织法，系啊。对，从那时候是那种三角织法。嘿，三角织法是走一走10种东西出来。乜可能三角织法？其实讲，佢这出来相对空的三角孔。哦，你做的安那去了问大家看，那为三角孔吗？第一道三角孔啊。但是照理来讲，佢中间还有加几光，叫加强啊，因为它有开啊。哦，有一个十字。对，十字。从这滚才有可用，它的梁柱。但是你走艺术创作一些，它这边就要补满，就是变正三角了。哦，所以可能这个孔有三角形，是三角织法。对。哦，该你刚下看到。应该变六角形是六角织法。六角形，这个就是六角织法。它就六角形。按一红影呢，就是看它的洞的形状。对，孔啊。哦，了解嘞。所以你下恁卖的虽然吼冇按时尚用吼，不过卖转一边系收藏呢。哦，目前来讲，很有钱的东西，目前市面上还在流通，很多人用。譬如讲有哪条东西？西尔莫兰、插雷啊的这些大宗啊，本地也很市面上还在用。系哦哈，西尔该也挺爱诶。哈，韩国插雷你还做插已经常用插雷错吗？用还来用插雷，因为从去阿里山啦，该买从去东方美人茶就不一样，因为阿里山是高山茶，这弄个改塑胶的嘞。有。因为佢在寒冷的地方，它越懂东方美人茶是平地茶，越懂塑胶的佢会烧，茶就会变质。风它，因为你机会透气，系吗？做个是会透气。好，你这个优点。该你讲你做个是自然的东西哈，你用了哈，当帆布、当绿法、生法，还有做个又当为上呢，做个当为上。做个会大量使用原因是讲，你3年5年其实才会再用得。所以使用很快速，但相对的佢冇办法保存。差不多竹制品一扎差不多就要9年。你有没有用？从插落来讲，3年5年其实快的。个嘟好，做个上起了就有关系呢。它一个循环。哦，很棒的循环呢。那系讲做安样的艺术品，我总得讲俺卖的啊，俺讲3年5年是快的，用半年来保存呢。艺术品有特殊的保存方法，第一可以染色，可以上漆，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还有碳化，还有保鲜。第二新开发出来非常很多的保存方法。哦，有的从本机湿的防腐剂本机，它唔会崩窗的咬，哦唔会潮湿是坏的，唔会热透晒是坏的。但是日本艺术品，佢也比如说橱窗地板图。它有温湿度控制，恒温恒湿。对，所以讲佢在变多年。但是啲用品呢，我用红还是不可以得，是变到个水多热透晒，所以经验还有佢是反的嘞。但相对一些问题是讲，我艺术品掌握市面上掌握流通，佢掌握有办法讲，造成我们生活上有收入。你艺术品变金字塔顶端用啊，我生意卖一张，我就用就是该一张。我不太可能去卖讲当多啊，但是从插雷，我3年来哦，我那贵皮是坏的，我就用过卖过。所以一般来讲做个东西，佢肯係愛用啦，愛用吼，佢係自然嘅淘汰。那個你係講正經，譬如講我買來行嘅同小機，平常時唔好見曬熱頭嘛，也唔好見毒水嘛。哦，做個驚毒水，唔驚曬。哦，驚毒水，唔驚曬。当这样阴湿的地方很容易就坏掉。会棉胎吗？因为会烫。啊，会烫哦，因为它是有纤维嘛。纤维是会烫，你执过不说就是会烫。哦，原来是安样嘅，根本嘅你未算上课吼，你是懂到做嘅知识呢。不过你做嘅东西，大家看哦，但像安样嘅，佢有冇强用嘅色水，
好像是特别设计的哈，又黄色又呛色又下咖啡色哎呦。个并唔系，因为我哋佢变卖东西，一般变业用的东西来讲，竹枪和竹囊是完全不同的使用方法。你当然讲哦，我哋懂竹枪比较好耐用，但相对的，断的东西竹枪用唔得。哦。像啲杂菜嘅雷，喺嗰度洗东西嘅絲啊，业用嘅竹枪，佢打會唔會走，佢會濕濕啊。哦，所以它那款东西，哦，它那款东西是做的哈。好，等一下呢，你要强调你身上哈，其实同大家分享哈，有当上一个事情哦，故事哦，韩国做的东西，除了大家你也看到，还有哪的做在天马行空嘅想象呢？聊下其实真的呼吸来嘞。所有朋友真到福喜来咧！今日 Rita 喺節目當中同大家講下來認識竹編藝術家李金燕先生佢嘅創作、佢嘅作品哦。今日再次來分享先生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先生今日當歡喜哦，聽你講很多故事哈，你介紹世界動熱情，我聽到是動快樂哈。我除了有請講，你講從細到大，個貴重頭第一做。竹苗變嘅東西哈，你耳濡目染，你咪當要學起。喺你心目當中，除了您的家父，你係爸爸一生嘅安建起，然後你還有當欣賞嘅咧竹編藝術大師嘛？你係你節目嘅強教呢？哦，因為我嘅長途哈，老一輩嘅全部冇出嚟，哎呀退休睇咧，長途嘅因素可以講非常，應該屬於算出啦。所以講呢個東西去穿出去以後是非常大傷。所以講我是有報時間，我要對他有興趣，我是要對竹山學簽先生學經驗的啦。還有去拜師要拜師，所以我會學到竹山嘅東西轉來。才應該發現講竹山嘅東西對那種我一到好像學徒不服啊。會哎呦你呢？因為基本上他們做非常精緻的精品，在我們來講，其實多錢，做1行2行，在我們來講，那是很困苦的事情。那要手機你要做給我加，我們是算數量的，他們是算美觀的，所以根本不同的方向。所以好的，我自己也有點放棄了，因為那從小到大是以數量取勝嘛，那就應該表給我再出來啊。哦，咁係回到正法啦，係。咁後來你自家理下做完當然嗬，再一次無論係創作也係講實用嘅東西啱做嗬，你敢要當欣賞嘅咧竹編藝術家？竹山嘅所有藝術家全部非常國寶級的人物啊，他們是在金字塔頂端的人物，在我們竹編來講。記得在國家文藝中心來講，他們可以到世界上去參展，去表示台灣的竹工藝。但是啊，你竹動方面、新竹方面用嘅東西呢，你要到那種粗東西，是做得流傳在民間家庭都可以用。民間的藝術，你係咪係非常重要一番呢？該喺你新竹地區哈，還有推薦哪個藝術家嗎？我從竹新竹方面，目前啊地道誒。是北部家李先生個，我公園家方先生，佢哋差唔多88歲咧。哇，佢哋堅持啲，佢哋喺堅持喺做，但是啲全部就不同咧，做得非常少咧啦，唔頭白咧。當強咧88歲咧，佢捱8個台4台演，強係朋友都喺做嘅。係，所以當可惜就，但係呢台演佢退休講加兩，唔是佢叫，是加2年數，佢退休之後。呢東西在台灣是冇嚟噶，該是變動業資源了，你也記得會下一台了。韓國最現實嚟就，從呢北部東方美人廠喺講到當有名，佢摘叉巴雷啊，目前喺啲嘅，從來嘛是點我都喺做。哎呀，但是喺變咗之後，啲雷是冇嚟，當然佢替代品咪出來，但是實際喺羅主線，佢係用嘅東西嚟嘛。咁講到要做嘅東西啊，佢會挑起。佢保存佢差嘅鮮度，嚇韓國佢嘅貴隻香氣會保存下來，所以你就唔得退休。應該講你喺度繼續培養下一台。
咁你係咪當啲健康時啲喺社區大學有啲教學錯嗎？有部分我有開發講社區大學教學生啊，但是大家都唔是講做了行業嘅人咯，你哪有多馬大家是這樣嘅，因為關鍵啦，一個做了為關鍵啦，所以講13啲都13學習是當難嘅，唔係講當困難嘅，當簡單嘅東西，我哋唔想做生因為佢做個非常嘅柔，佢關鍵嘅機會又少啊，我哋出東西非常嘅關鍵。一不小心手就受傷。你嘅性做嘅做很硬係啊？你用呢都變嘅東西，實用嘅東西，你咪用很硬很耐嘅東西。因為我哋要用係耐，愛噴，愛耐得。因為我哋未用櫥窗啲度，我設計度喺鉗度喺用，很東西切到黏，切只沖只好嘛，就面好讓我再只沖只好，你就切到黏，跟其實。變形要有一定的厚度，其實唔會變形啊。係，咁既然講到哎呀，肯係愛落去穿下去啊，加緊嚟穿啊。從呢一時靠大家的力量，做周邊的東西，當講單打獨鬥，單打獨鬥就停止穿的。因為沒有很多東西冇辦法我去生意，從頭做到冇做到大。所以你先生你係要到家計先生窮下，你都要教學生嘅係嘛？從方先生嚟講。但是從特別愛8樓機嘅時陣，嗰啲東西啊，其實分家生人做，佢做起，成日到小姐，從我這個都叫做戲台，佢就覺得好嘅，已經是富嘅戲台，很細咪，咁從愛8個細男人，佢就夾槍啦、拋槍，瘋狂嚟做。從呢方先生佢不想做咧，佢就個同佢哭嘛，所以變成戲台時候，後生係嚟戲咧。很強是幾大夾？戲台是係你看到的啊，面，那是戲台，地面。哭到天下，哭到天下，做咩要丟人？方便。咁哭幾年啦？總得用你作當咩？一天去啲梗係天下。因為我哋做用嘅東西，全部嘅物件全部當台啊。哦。你要當發了俾所有人辦法做。你像做上幾棟，因為他們是屬於藝術裝置，嘅東西冇台嘛，所以可以作當做。哦，所以冇窮人，係冇窮人。該家講做腔，從家講係汪興龍先生做嘅。你阿孫紅是係汪興龍先生做嘅。做起，該所以講貴得裝嗰度去做啦。係。但係20-30年後是電話機很流傳下啦，裝機度去做。所以你阿件事係你到機強下做嘅作品。係。我當好奇，因為你阿孫紅嗬。看到你有隻細細人空咧，可以咧，有像你講當嘅落去，唔講我想你做嘅東西總會當鐵當啊，你係乜解？嗰時我哋老祖先嚟智慧啊，佢做個佢唔會黑嘛，唔係睇整早期佢冇鐵當啊，佢仲做個削尖尖，安尼拿吹落去啊，吹落嚟然後再拿燒人來，做嘅東西佢有一種碰到社會膨脹的。嘅習性嘛，所以當時你以為你曬東西就濕濕，佢打到水又叫佢漲起來，就咪叫我喊落去咯。所以是當來用，是當來用嘅。哇，係安用嘅哦。我朝兩變起來互相嚟講哦，所以其實你下老了到先生嗬，係係要教要堅持嘅嘢繼續嚟做。但是目前來講，會遇到困難啦，就你拋啦竹槍。一直在睇問題嘅，所以跟羅先生，佢嘅厚度要一樣，要平均啊，一直非常難嘅，叫佢實驗得好。梗係緊命，有手感係咪？靠經驗。係。我哋長嘅刀啊，這樣弄唔出，做嗰時靠泡在起嚟，跟住變形了，它就不會圓了。係。所以嗰時很難會教啊，講到創新呢兩種時候。所以講創新是作為教平面啦。講我哋大家講花樣有冇變出來，大家唔好。但是到更進階以後呢，是可能我想，是不是要靠政府的力量去培植啊？這種人嚟，你講單打獨鬥就是沒有辦法的。但目前先生用你眼來看嗬，目前有看到傳言嗎？冇。目前還冇有。冇，從講我聽講做差呢個夾呢一槍，唔是幾多年後都推翻是消息咧。咁就唔得咯。咁就唔得，咁又加入很有前多年嘅時間，可唔可以用人才啊？嗬，所以喺呢教學嘅當中，嗬，咁要乜嘅本意是要當感動嘅事情。
无啦，有一部啊，有店面嘛。刚开始又供应当做电视公司的道具呀。拍电影、拍电视，特别该上爱翕乡土剧啊。当做无人爱点不卖东西啊。卖东西，俺就是我说实在都给道具组来嘛，所以聊起来的事情呐。太好，俺摸块点之后呢，俺是到本俺下游都来买卖嘛。所以讲当了东西，既然我讲了马莎学的东西，但是事实上还没是我给手上，俺冇当清楚啊。但是你来弄呢，大家在出国时在华航会看到啊。哦，你在弄呢？杨半高。又大概太阳集团的舞者啊，他很喜欢足气啊。他到美国去学跳舞的时候，他都飞到美国去。哇！然后华航看到这个画面呢，就把它拍成一个影片，就台湾的足气带台湾的年轻人怎么样环游世界，背着我们台湾的东西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变华航的给广告。哇，动沙皮哈，重点是按你台湾做的，台湾艺术家。做嘅台湾嘅东西，用台湾嚟做个带到世界。还有以后渐渐的，像个舞者啊，哈，像个跟嘛，呢啲剧团啊，佢哋用嘅东西是我专门嗌你做，但是根本直接请嗌你，因为嗌你不属于他们的买卖的行业嘛。佢就请佢像个主动个就大的行号啊。但是嗌你那一本佢他们转了一手，再送到对方去。拍电影是吧？介绍请来你啦。哦，你也是系你传统还没有去拍过电影，就是讲像主角不是我们嘛，就是请来你的手啊，都后面啦。该动作嘛，因为抗议都会受，让做得做出真实做得出来啊。所以讲动作东西哈，很可惜的吧呀。大家在电影、电视上会看到那个东西，但是冇因为注重讲。这东西有蛮多诶，是讲我有这东西点点。好，讲这是冇得去的。今日先生吼，爱谈的出来了，先生真紧动用心，动用热情，咪系苦口婆心。希望讲你安将啊传统嘅艺术，你也唔单只系传统甜甜去结合创新，做得创作。希望大家强下来从事，强下来爱安尼咧安将嘅东西。今日非常感謝先生嘅分享，咪拜託先生繼續留你培養人才啊！嚇，希望先生，希望今日呢，談嚟了李先生嘅分享竹編嘅藝術，我相信大家強樣非常嘅感動，咪有新嘅想法咯。希望大家強下來同時你竹編嘅藝術，咪希望大家今日嘅收看，邀請大家等家下繼續來看你嘅法律嘅歷史咯。希望大家上嚟了。